台南市政府積極落實大的正義，透過活化公有的土地，直接興建，多經擁擠的獎勵來回饋，以及在包租代管等多元管道，增加社會主體。其中宜居小東是市府頭一座家己起的社會主體，規劃地上14站，加地下3站，總共376戶。一號下午正式宣布，12月11日起開放民眾來申請。今天為各位開箱的是我們台南市的自辦的社宅的旗艦店，也就是我們的宜居小東社會住宅，總共量體又大，區位又好，然後周邊的這個環境也佳，那裡面的這個家具設施都非常完善，所以說我們的宜居小東總共有376戶，其中包括10%的婚育宅，總共有38戶。那一方面呼應中央的政策，一方面也提供非常好的居住品質。那這個另外一個很重要的重點是，它的區位那麼好，可是它價格是租金是非常便宜的，只有市價，我們調查過了市價的8折甚至以下。那對於特別這個需要生活扶助的民眾，我們的這個住宅宜居小東的社宅，它有特別的這個價格，所以會更便宜，最便宜大概是6000多塊，所以說這在周邊附近的這個黃金地段是找不到的，因此我們特別提出這個最好的這個地點。宜居小東位於市中心的精華地區，靠近台南公園、成功大學、甲台南火車站等重要的設施，交通便利。宜居社會主體採線頂來申請，基本的資格只要年滿18歲的國民。設籍在台南市，或者是在台南就業、就學，有大的需求。家庭成員需要無自有主體，甲未享有政府主體補助，而且家庭的年所得按照家庭成員平均每人每月比一般的標準高價，攏會當來提出申請。其中40%的優先戶將提供予經濟或者是社會弱勢身份者優先來申請。另外，還有10%的婚育宅，鼓勵新婚飼囡仔的家庭嘛會用的來住。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。